如人咧讲无摇倒大桥，南方港跨港大桥规个放落来，一寡专家为画面来判断，讲更少可能成为生鲜才会登去，桥才会规个倒落来。也毋过今仔日负责保养的台湾港务公司教立法院赖碧纯认为讲原因应该毋是安尼，咱做过来听详细的讲法。在105年的这个检测里面是没有发现锈蚀的这个问题，需要去做改善的。那在105年的上一次的话，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锈蚀的状况？因为105年去做检测的时候没有发现有锈蚀，所以应该是在105年之前，我应该就没有这个锈蚀问题，不然在105年检测的时候应该不会发现。时隔3年，现在断裂，那中间是不是这3年有发生问题？这个东西可能必须要做一些进一步的专业去调查。好，现在我不敢去做相关的判断。所以可以排除没有锈蚀这个原因了吗？初步可以来了解。我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专业调查。那调查的结果可能我在这边说可能不大适当。这也是说港务局这3年有可能是都没有去看过吗？还是有看过？因为桥梁的依照这个钢构桥梁的这样检测规范的话，是2年要检查一次。但是如果管理机关同意的话，是最慢不能超过4年。所以我们在105年检测之后呢，我们在109年已经编列预算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测了。那刚好今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不幸的事件，所以109年还要该执行的还没有在执行。所以107年有可能应该还要检修一次的，应该照2年检修一次的话，他是说检测一次。那我们应该在105年已经做过相关检测嘛。那106、107我们都投入改善了嘛，所以我们再把经费编在109年，不超过4年的期间内去做进一步的检测。健行科大在105年的时候，他们中心现在表示说就已经发现有锈蚀报告。应该没有，他的锈蚀报告当初宜兰县政府有移给我们，请我们做相关的改善，里面没有发现说钢索锈蚀这样的建议。所以锈蚀是其他的部分。锈蚀是有一些钢体结构，我们像有一些桥梁，它本身就是钢结构的，所以有一些钢的栏杆啊，或是主要的桥底是有锈蚀。我们这个我们都有照片照起来，然后做相关的改善，前后都有照片可以去检查。那所以他们当时的建议，如果没有这个钢索锈蚀的话，那他们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是希望你们能够改善？像伸缩缝、像路面有一些像照明都有在改善的项目里面。那我们大概已经把它清查出来，相关的要求我们做改善的，我们大概一一比对，我们都改善完成了。那明年这个500万原本是预计要改善500万做检测，就是不超过4年要检测，所以我们明年109年刚好第4年，所以我们要做检测。然后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从昨天事发到现在，既然你们说报告都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都不公布任何报告给媒体看或给大众知道？我们没有说不公布，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宜兰县政府移给我们的是整个的桥梁检测的有关廊号部分的东西给我们。那我们收执后是部分的报告，那完整的报告在宜兰县政府的手上。我们没有说报告不给大家看，没有这样的情形。那像这种结构中间没有桥墩，是不是面对到天灾人祸的话，风险会更高一些？您是说桥的部分？是，对，桥墩的部分。桥墩的部分，因为它的这个设计是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桥梁的设计的。那我相信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应该都是专业公司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应该在达到相关的技术水准的。